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文哥，欢迎来到讲学安神七个频道。基本日呢，阿文我来同大家介绍耶稣歌曲很多几种花，几种花。乜解迄几种花呢？几种花係乜解花喏？佢唔係真實的花哦。因為作者佢寫家婆家婆嘅跳那當吼，他的阿婆头发上面的那个发髻开出来的花，很多几种花哈，都是像样家婆嘅安尼感觉，有写到亲切哈。呀，作詞嘅人係葉國基，然後蒼潮鳳，作曲嘅係蒼潮鳳，演唱係蒼潮鳳。連續講上到了蒼潮鳳當神奇哦，今年啊，九合一選舉，佢選到竹北市嘅市長，恭喜呀蒼市長哦，來，今日阿文就來同大家介紹，蒼市長嘅佢後生嘅時節，創作嘅耶穌歌曲。幾種法。阿本個寫的鴉片，一啲樣片呢係一場嘅嚇 MV 呢台是也寫下moi，唔係夾破。在家鄉，佢哋一類拍拍將將嘅花。哦，在家鄉，就是在家鄉，在家鄉。開燈，佢講開燈啊，其實係詩人強嘅開燈啊，開燈一類嘅類啊，佢一當歌詞當中係寫草字頭雷吼，一嗰陣雷係詩人強嘅發很多類這都佢係用詩偵查到嘅應該係講雷，用版講呢為什麼要這樣說是用雷呢？因為那個被雷的雷呢是還沒有開的花那一蕊兩蕊的蕊呢是已經開放的花朵我估數阿文英語係蕊當作唔係蕊菜家鄉開燈一蕊啪啪講講嘅花白白講大家都知啦白白亮亮就是白白的很漂亮的花一蕊花就是一朵花開起了就開起來啊聰明卡等一枝扎好就像人舉着一支雨傘一樣就像那個季中花比那頭上那個季中花就像有人在舉着一支拿着一支雨傘舉着一支雨傘的那種感覺傘花啦補充一下，可以扎那個遮起來的遮，黑花就會雨傘，遮那個字是雨傘的意思，扎。好，第二篇講大晝，大晝就是一大早，一大清早的意思，大晝。在天然山腳，按不透又轉到那個大晝呀幾種花就喺那。一大早，這個季中花呢，跑到了田野就是在田園裡面，又都散家，家就是斜坡就是說跑到山上去了，散家。安布特就是晚上，安布特跑去哪裡？安布特又轉了，又回來轉了，哪給屋卡回到我的家裡。這個花很特別，它不是真的花啦，一開始就有破題的，就是說他阿婆的頭髮髻那朵花他阿婆這個就是說形容阿婆一大早就出門去田園了，去山坡可能去採茶啦，還是去挖竹筍呢，然後到了晚上傍晚了回家，還是回到他跟他阿婆的家了。鴉片就開始講嘞，他這邊就講出答案了。雞蕊花就是雞蕊花，就是那一朵花是什麼花？
黑阿婆是阿婆，头拿当就是头拿就头啊，头拿当就是头顶哈，给蕊就是那一朵鸡种花，就是他阿嬷哈，他阿婆那个头顶上面那一个发髻开出来的髻中花。哦，鸦片就讲家婆懂辛苦，这边讲他阿嬷很辛苦，怎样呢？鸡中发唔惊日头辣辣，就是他阿嬷白天还要去晒太阳，顶着大太阳，日头辣辣，就是太阳很毒辣哈，很烈哈，辣辣哈，顶着会咬人的太阳，过来呢，过来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唔惊天公转风差，就是也不怕那个天公转风车。其实乃知道鸦片啊，可能还会押韵啊，这边可能是为了押韵，就把风车弄出来了。他形容啊，那个阿嬷啦、阿婆啊，她不怕日晒风吹的意思啦啊。哈哈，唔管到哪里啊，要用白讲呢，不管到哪里啊，唔管到哪里，心甘情猜，他的心里面都很踏实啊。讲的是他自己呢，还是他阿嬷？我们听一下，心头暖，一激发，哎，这就是说，可能是形容做孙子的自己的，就是不管他到哪个地方去。他心里很踏实，因为呢，他心里面想到阿嬷，想到他的阿婆，就会心头暖暖的，就有心里面有一枝花，就是他阿嬷的那个鸡中花。哎，鸡中花唔看鸡，唔看鸡，迷人花香，唔爱茶啊！你看那鸡中花那个迷人的花香，唔爱擦，不会擦啊。哦，给其中发有汗水香啊，就是那个季中花里面有汗水香啊，就是当然是工作会有流汗，会有汗水。汗水香康等勤勤，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工作，流汗流到那个发髻里面都是汗水了呢？还不是都是为了这一家人，这个藏着亲情，本骂撒就是要本在科尔话里面叫做给的意思，骂撒就是什么人，要这个亲情是要给什么人呀？哦，要几种发，黑暗样是这样，劳劳碌碌就是劳劳碌碌，从早晨。好，你们会发现呀，苍潮红先生佢创的时间不早晨，佢可能喺心中人有都是话开放的强头啦，哦，从早晨做到日头恰恰。就是日头西下，恰恰就斜斜的啊，太阳斜斜的，就是从早上做到太阳西下。其中法唔看嘅阿婆越老越开花，因为乜个意思呢？就是讲啊，佢讲佢阿婆啊，虽然年纪越来越大，唔过佢阿婆哦。动有发力啊，动发跳啊，生命力很旺盛哈。比到也一家人，安尼当伊安尼碌碌碌碌做上做下哈，过来是讲呀，你看啊，集中化，你看阿婆嘅集中化越老越开花，阿婆的集中花越老越开花。
给蕊花那一朵花？给蕊花，白雪雪，这是白花刻画里面形容白色的东西，很雪白的东西，叫白雪雪。白雪雪，过来抢石边白发啊，抢石就是青丝，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黑头发。黑头发变什么呢？变白发了。抢石变白发，微豆荚哈。微料荚啦啊，等下先讲的哈。抢石变白发，微料荚，阿婆很辛苦，地后上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做到老。她的头发从乌溜溜的青丝一直做啊，一直年纪这么大了，到最后她的季中花都变雪白的季中花了，就从青丝抢石变白发，微料荚，微料呀一家人。亚绿花这朵花，亚绿花就按用型的，就是这样子的，韵韵艳艳，就是永永远远。年年年年，日日年年，呀，黑花弄多个时间呀，年年哈，日子的日是入声字哈，啊，记得短处的音，年年年年开灯呐，就一直在开呀。呀，几种法无时节的呢，当伊做个开发，因为随着阿婆出伊其他几种，伊做个有，也个条南魔法子，他伊来做个有几种法咧。老实讲啊，遐多方面肯定也到阿婆的亲情，看到阿婆的辛苦，那个路向的那种情，就很轻巧哈，用钢琴来配音的感觉蛮好听的。给蕊花喺阿婆條那當嘅幾種花，幾種花唔驚一條達達天公轉風茶。唔管到哪位，心肝青菜，心頭暖，一枝花。幾種花唔看嘅阿婆越老越開花。給蕊花，拍雪雪，搶時變拍花。微料荚，给蕊花就按用型嘅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开灯呐啊，就按用永永远远年年开灯呐。幾種花唔看嘅迷人嘅花香，唔愛茶。幾種花看水，看等看幾種花看水香，看等親切美馬殺。哦，從開講啊，就較慢，總統要多少嘅地沙吼，排泄哦哈。幾種花煮下呢，碌碌碌碌從早晨走到日頭斜斜。
OK，亚洲黑长潮帮先生嘅季中花，哈，呀，YouTube 当中你们就打季中花，就会找得到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有蛮多人翻唱，也有上节目去比赛的时候也有唱过这一首歌。最近这几年有蛮多客家的合唱团也会把重新编曲作为合唱团的歌曲啊，蛮好听的，因为它后面的副歌是重复来来回回的。蛮适合唱合唱的。好亲好 boy 亲好咪啦，就希望大家希望各位朋友聽到阿文一個節目嘅人啊，有希望啊個節目哈，當然啦，同埋訂閱啦哈，好好發哈，訂閱按讚，同埋分享出去，還有記得咯，要開啟小鈴鐺哈。要開啟小鈴鐺，這樣子呢，阿文哥之後在那個有錄新的客語分析，或者是錄一些團量就是猜謎語或者是一些特別的，比如講講情話的東西啊，蠻有趣的。好，這時候呢，你的如果數到啊嘅同題，如果有新的節目可以談，好，基本嘅樣片就都要我結束了，過來。阿文沒有錄起來用 PPT 哈，然後加個詩也稿詞，讓我打一隻 PPT 重新錄音本太去架，你可以對等於熒幕當中嘅詩哈，來學習也學法來朗讀，哦，點樣做得？好，安子姐，什麼嘢？拜拜。